啊，这个礼拜日就是母亲节咯。对真侪妈妈来讲，会当放一个假，好好休困，可能就是上好的礼物咯。这个求职网站的调查，即卖职业妈妈是十岁啊兼管家、疲劳佮焦虑。头毛拔起来，囡仔伫哭找妈妈的时，爱赶紧家抱，哪个早餐店倒趁钱？职业妇女真正是有够辛苦。 早餐店它就是体力，那下班回家后顾小朋友也一样是体力，那真的就是双倍。有时还佫照顾事大，家庭主想要休喘一个，送囡仔去托婴中心，又佫可能着疫情唔敢送过。那这双头小转到厝嘛无通休困。回家是去上育班，那等到他们好不容易已经睡觉，就要开始做一些家事，永远洗不完的衣服。 求职网的调查数字显示，讲这妈妈这场的焦虑来源真5名，包括无度配合加班、应酬出差、长期加薪水也根本就是无调薪，为厝内代志请假、同事工作量增加，同款工作绩效、薪水奖金却是无同款，要规个职涯时因为囡仔来受到限制。家庭焦虑来源是下班转去了嘛无度休困，要一大堆的家事，子女的教育学习的问题，家庭开销增加，甲到支出的问题。 超过陪伴囡仔成长的时间，子女托育照顾的问题，这家庭主妇因为工作无度亲身照顾囡仔，有将近80%有罪恶感。上班日下班后，甲子女做伙时间平均较无2点钟，有将近1成的职业妇女认讲真正无时间甲囡仔斗阵。提醒这的职业妇女，爱适时放松休困一下，互这个压力有所在通消透。